来看，爸爸是在过后，南湾山区嘅散落打下来东道嘅奶沙，好把大系变过嚟，专业是公差，欠睇嚟东道然系晚餐。不过最近就本已发现讲，地下散落并睇嘅散标红，就流出嚟晚餐。供应请好把大未当简单出作的味道晚餐。附近嘅居民安全，太老处就发现20倍嘅就系晚餐。变做水灾过后，南湾公路山区嘅晚餐期间。南湾公路比山路段本体的300号，尤其下嘅蔬菜用出拍摄温泉，300秒起来没有温度。石头有发烫吗？温温的。应用出来嘅温泉，小土老足够嘅灌水强用骨，而下底等几轮表嘅温泉度8分钟过后出煮熟嘅，都有福味。本地一打被喺560公尺前面散落，唔過800水仔將相當大量土沙打下來，河壩帶邊高嘅160公尺，因為睇嚟動到3行度嘅溫泉，唔過可能喺河壩帶體型改變，溫泉潛到嘅行卡度嘅出口。當地嘅施工嘅所在每日都會應用出來嘅溫泉，意外嘅第幾條南灣散落，假嘅20萬嘅上下溫泉，香港以下未做的行到本地起唔到嘅河壩進溫泉。我覺得是非常棒的。那是一个真的一个赏心悦目的地方。以前没有啊，以前都是河流这样流过，要下来不容易啊。现在因为水灾以后，有那个工程的车子下来，我们顺着路这样下来看才知道，原来这边都那么多温泉。800水仔南灣山區散落體型發現動態嘅改變，故所本地啲300度嘅溫泉就湧出來，變做南灣散落體數嘅溫泉景觀。下個新聞綜合報道。